尊敬的苏仁奇木格院长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首先，我谨代表上海行政学院向各位朋友致以诚挚问候，热烈祝贺蒙古国家行政学院建院100周年。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、好朋友、好伙伴，人文交流密切，各方面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。在中蒙建交75周年、中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，贵院迎来建院100周年，可喜可贺。回顾历史，2015年，上海行政学院与蒙古国家行政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。今年年初，苏仁奇木格院长来访上海行政学院，进一步增进了两院之间的了解和互信，深化了双边合作。2025年，我们双方即将迎来合作关系10周年。未来，我们希望双方继续加强交流，为推动中蒙关系发展贡献行政学院智慧和力量。最后，预祝蒙古国家行政学院建院100周年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